大家好，我係金夢田院線，今日繼續講考證研究，唔即歷史照片。西門口和平路紅柏，廣西省第3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風水，今期係34.3。喺上期34.2，我哋認為甲排除喺小南路前面賣小南路，咁樣呢就有可能只有係西門口或者其他地方。咁今期我哋嚟睇睇係賣西門口。假如係西門口啊，假如係西門口咁樣呢，前面就只有係和平路橫，就只有係個度位咩呢？因為前面係上坡嘅，上坡嘅地帶個度位置只有個度係上坡，咁樣呢4方9方平平嘅冇係上坡嘅，個邊呢7號邊呢又係平嘅稍微嘅落坡，所以呢冇可能。所以呢，如果個度係西門口，所以呢前頭呢就只有係和平路橫。咁樣呢，我就將嗰條路口呢叫做勾點，定義為勾點就係嗰度位置，勾點喺嗰度位置。咁呢就所以佢嘅拍攝地點喺勾點，咁樣呢係向當拍攝。呢一個呢係我哋大致嘅推斷。假如喺勾點咁樣拍，即係相當於拍嗰條和平路。咁就諗到咩呢？和平路有一棟建築，個隻太長啦，我冇讀啦，簡稱叫做江樹，就係有呢個江樹。咁樣呢，如果你咁樣拍，可能會將呢個江樹拍入其中，可能會拍到佢。咁樣呢，我哋要揾江樹嘅照片，望望佢係點樣嘅，就揾到呢一張，就呢一度，呢張燈，呢棟 D 係嘛？嗰隻就係江樹。咁樣呢，佢喺邊度冇需要考證，因為經歷過梧州一帶嘅人或者係啲老前輩，佢哋都知道個棟建築喺邊個位置，佢就係喺和平路小區嗰度位置。咁呢個棟建築呢有一個特殊嘅地方，就係佢周邊有樹，建築周邊有樹呢一點呢係比較少有嘅。我哋可以喺2張紅柏當中揾到呢一個證實，就係呢2張。嗰張唔係1930年嘅，嗰張只係1932年紅柏。我首先簡單定位一下先，就係呢個勾點就係我哋講到嘅4方9方和平路口。咁樣呢，嗰條呢係9方，嗰度係4方，嗰條路就係和平路。咁樣嚇，個棟啊，嗰棟就係江樹 D。對於嗰邊一樣嘅就係嗰度係9方路，嗰度4方路，嗰度係和平路，個棟係江樹。咁樣我定位之後呢，見到咩呢？見到嗰度和紅柏嘅江樹嘅右邊係有一笪黑嘅地塊。咁樣呢，佢可能呢就同個邊嘅樹木呢對應啦，二次對應。呢一個呢係第一點。另外，我哋再望翻嗰張甲嘅係嘛？我哋同樣見到嘅嗰度後面又有一笪黑嘅，咁佢可唔可能就係呢一笪黑嘅呢？就係呢笪樹呢？因為我哋認為甲佢又係向東拍攝，即係相當於佢係喺勾點咁樣拍攝係嘛？可能呢佢就見到呢一笪樹，呢一個呢係另外一個對應。我哋望紅柏嗰度勾點過嚟嗰度位置有一棟好似3開間，而且呢佢係有少少咁樣嘅轉角嘅頭啊，嗰度位置係嘛？好似有少少咁樣轉角，通過樓頂望到好似咁樣轉角，而且呢4條柱1、2、3、4條柱3開間咁樣嚇，同嗰邊甲嘅 A 我哋見到呢嗰度係嘛？又有一棟3開間咁樣呢，1、2、3、4，入邊有咪有建築物資？睇到嘅就係3開間，而且呢，大家都係2層，係嘛？1、2、2層，嗰度望到嘅都係矮層2層，所以呢，個棟甲嘅轉角 A， 佢有可能就係紅柏當中嘅呢個 E， 睇身有少少近似，呢個呢又係另一個對應。同時我哋望到嗰棟甲嗰度轉角建築，佢嘅後面仲有一棟有
有坡頂嘅建築，呢一棟我叫做 F。咁樣咧，嗰度 F 啊，我哋放大睇，就呢度位置放大睇，佢樓頂嗰度好似係有欄杆係嘛，好似係有一點點一格格嘅像素點。咁呢個像素點啊，佢就似咩咧？佢似嗰棟金鼠嘅樓頂嗰啲圓圈裝飾，即係相當於佢個面金鼠個面係南面，個邊係西面。咁樣咧，嗰度 F 咧位置關係咧又係個度，佢應該係西，嗰度係西，嗰邊係南，嗰邊係東，嗰邊係北，即係相當於我哋睇到嘅個排嘢，佢就如果係金鼠啊，佢就應該係金鼠嘅西邊嗰邊嘅嘢，嗰邊嘅欄杆，所以咧兩者就佢有近似咧，就冇一定話係，因為個舊啊，因為個舊屋頂啊，就喺個張照片係睇冇見佢個面牆有咁樣嘅屋頂嘅，即係相當於嗰度係南，咁嗰邊係南，嗰邊就睇冇見，而且咧你嗰度係西，嗰度係西咁樣嗰度你咁樣望過嚟，你睇冇到佢有咁樣嘅坡頂，所以咧冇一定係，可能係嘛？咁樣咧個點咧就嗰啲像素點咧，兩者咧佢都有一啲近似嘅地方，咁樣咧呢啲咧都有可能係嘛？個點咧又係另一點嘅對應。另外我哋要望望呢三者關係，我哋睇到隔個位置，轉角建築 I 後面佢擋開一棟，就係啱先講嘅，可能係金鼠嘅 F。金鼠後面又有一笪黑嘅，可能係樹。呢三者關係，我哋係先睇見開 I， 從前往後先見到 I 又擋開少少 F 嗰度係擋啦，然之後咧 F 又擋下樹，三者關係從前往後係 IF 樹，咁呢一點啊，同航拍嘅呢一個係對應得上嘅，三者空間關係係一樣嘅。我哋認為航拍嗰度位置，我哋認為可能喺歐點向東拍攝，咁樣啊。首先見到嘅又係呢一棟轉過嘅 E， 然之後咧再到光樹，然之後咧再到嗰邊嘅黑嘅呢啲可能係樹嘅地方，所以咧呢三者空間關係咧都對應，所以咧呢棟 I 可能就係呢一棟 E。就呢棟 I 轉過可能就呢棟 E， 咁 F 啊可能就係呢棟金樹，咁後面樹可能就係樹啦，所以我哋可以大致畫一畫呢個平面就係、首先係轉過嘅 IE 咁樣樣嘅，四柱三開間，然之後咧就到呢度 D 咧佢要入少少係嘛，咁樣就係咁樣樣，呢棟係 D， 嗰度位置凸少少嘅係嘛。咁樣啦，嗰度位置就係嗰度位置，同時亦都係呢一度位置。咁後面咧可能咧就係樹啦，係嘛？咁呢個可能就係平面。咁啊嚟，我哋對甲考證，我認為啊就清楚啦，就完畢啦。佢就係我哋預想嘅呢個歐點，就係和平四方九方路口，就係呢度位置，而且咧。係向東拍攝，嗰邊係東，嗰邊係南，嗰邊係西，嗰邊係北。咁樣咧，我哋喺34.1講到嘅角度嘅呢一個就係呢一棟建築，佢同呢個轉角嘅位置角度有塊空地，嗰塊空地啊，可能就係呢個民主路嘅呢個空地，喺呢度位置。因為玩起嚟，所以咧我哋做開嗰隻今日嘅變遷，今日嘅街景嘅位置面貌就係咁樣樣嘅。咁今次就講晒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